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阿里山林铁32号蒸汽火车头，有100年的历史咯。长期从借去放伫个家己的竹架工棚做展示，放20年咯，已经放甲破旧坏去，所以即摆要甲送转去做美容。阿里山林业铁路管理处阁专工帮这个国宝火车头办一个回家的仪式。 甲对盘走100年的蒸汽火车头就要转去啊！阿里山林业铁路32号火车头为1915年就有啊，20当前，和嘉义县政府借去用放伫竹架工园展示，不过即马外观拢旧去啊，所以阮决定拖回林铁嘉义车库进行美容，用吊车吊起来车转去，要将外观用好水水。 它做一个完整的体检，做体质的调养，然后再做必要的保养跟修护，希望它能够风华再现。 32号火车头要一个兄弟啊，就是31号的火车头。阿里山森林游乐区，若是讲有重要的活动，就会出现，佫会使坐去赏樱花。后盖游客会使到阿里山坐31号的火车，再到竹架车头欣赏美容过32号的火车，感受100年历史的记忆。